我来看这个金马，要安怎甲活跳跳的金马甲固定好白好好势，恐惊真侪人拢唔知影。宜兰的大溪就来举办一场白金马的比赛。另外，这个饲虾仔池嘛有护虾的活动，看好着偌济，拢会当免费互你炸转去。有一个70岁阿嬷，10分钟好着4斤，有够厉害。 大家无用牙网啊，互虾啊限时10分钟，若互会着，拢会使炸转去。这个太太拢无顾形象，这个70岁老阿嬷，骹手有够好，无偌久就互着真侪虾啊！很丰硕，吓死了！我不知道我妈捞虾达人。三两个手虾啊，就底半罐啊，第一名竟然是互足足4斤虾啊！ 伫宜兰大溪举办的金虾节，未少民众来伫同乐，过使体验包虾饺。囡仔对大人做伙包鸭，包起来袂输是元宝的虾饺。我们的速度快不是唯一评分的标准哈，而是必须要看它的外观。伫这边的大人嘛真无闲，台顶咧比赛是拔金仔的功夫，要安怎赶紧将这个金仔用咸草甲拔起来，佫袂使回着伤，这是考验着拔金仔的功力。 拔上紧、拔上好的，过使摕到大会颁发的奖金。大溪自从去年改变饲金的方法了后，产量愈来愈好，品质嘛愈来愈稳定。透过这个活动，互民众体验上新鲜的海味。